故事劇場，廚房入邊嘅秘密食譜。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有關廚房秘密食譜嘅故事。小芳發現呢，媽媽有一本好舊嘅日記簿，入邊呢記錄咗好多食譜同埋烹飪嘅心得。原來呢，媽媽年輕嘅時候呢嘅夢想呢係做一個廚師，但係因為後嚟各種嘅原因呢，都冇實現到呢個夢想喎。日記入邊呢，記錄咗媽媽最想做嘅菜式同埋背後嘅一啲故事同埋心思。小芳決定同媽媽一齊呢試下做呢一啲菜出嚟，兩母女呢一齊入到廚房。媽媽呢教小芳點樣揀材料，點樣掌握個火候，點樣調味。喺煮飯嘅過程中呢，媽媽仲會講述每一道菜背後嘅回憶。有啲呢係同公公婆婆溫暖嘅時刻，有啲係同朋友一齊試驗嘅樂趣。小芳一邊學煮嘢食呢，一邊聽媽媽講過去嘅故事。而小芳第一次成功及由自己去煮咗一盤菜出嚟呢，都感到非常之咁開心同埋有滿足感。從此呢，廚房就變成咗佢哋交流感情嘅地方啦。小芳仲會開始邀請朋友同埋同學仔呢嚟屋企食飯。媽媽呢負責煮，小芳呢就會喺側邊做幫手，大家都會一齊享受到美食啦。媽媽話：雖然而家冇成為一個專業嘅廚師，但係可以同阿女呢分享烹飪嘅喜悅，已經係最大嘅滿足啦。小芳呢決定將呢本日記呢同媽媽一齊繼續寫落去，令到佢哋嘅故事呢可以繼續咁樣一直流傳落去。想聽更多嘅故事呢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之後再按2字或者上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